一段百年传唱的声音，一份百年不变的情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咏莲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2019年6月到8月盛大登场。24家专业团体，200余位青年演员，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台网联动，跨屏融合，青春追梦，让我们在最好的时代绽放最闪亮的青春。粤美中华，青春出马，加油加油！粤美中华，粤青春别来啦！耶！媳妇3岁外一去，孙尊青山绿水，白云飘飘，你从山水间走来，如此婀娜多娇。都市霓虹，暮暮朝朝，你在都市中流连，千种风姿妖娆，歌一曲。大青山绿水都最亮，歌一曲。耳畔心头百年萦绕，歌一曲。大青山绿水都最亮，歌一曲。耳畔心头百年萦绕。百年岁月，传统滋养。你从历史中走来，初心呵护瑰宝。时代召唤，崭新目标。你向着未来奔跑，青春铸造荣耀。歌一曲，
心呵护瑰宝，青春铸造辉煌。刚才一曲悠扬的《追梦青春》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上粤美之夜、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晚会的序幕。是的，特别感谢粤剧名家金靖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优美的歌声。当然，更要感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领导嘉宾和热心粤剧的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到来。那么，首先在这里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出席我们今晚粤美之夜的各位尊敬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滕俊杰，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孝明，上海市剧协助会副主席、秘书长沈伟民，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吴凤花，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君安 CNBN 互联网电视总编辑王建平，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监、副总经理，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颂华，永钢集团董事会主席吴栋才，江苏永联村党委副书记、永钢集团副总裁陈华斌。对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光临，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呢，是由上海市剧协、浙江省剧协、江苏省剧协、福建省剧协担任的指导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东方卫视中心公益媒体中心、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CIBN 东方大剧院七彩戏剧频道承办的。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的资助项目。非常巧的是，就是从5月14号开始，我们的首轮汇演在温州开机录制，到今天恰好是整整100天。是啊，这100天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100天。这100天对于所有参加活动的院团选手和观众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100天。我们也希望这100天能够在我们的粤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的，那么在这个难忘的100天的时间里头呢，我们有24家院团院校，有50多位评委老师，200多名选手，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难以计数的观众朋友都参与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所以在舞台背后辉煌的背后，凝聚的是我们24家院团院校的领导、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心血。所以呢，今天晚会一开始，我们首先要颁发的就是本次汇演活动的优秀组织荣誉。我们有请获得优秀组织荣誉奖的24家单位代表上台。好，为大家宣读一下获奖名单，他们是福建省芳华粤剧团、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嵊州粤剧艺术学校、嵊州市粤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绍兴小百花粤剧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浙江粤剧团、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南通艺术剧院、绍兴艺术剧院、南京市粤剧团有限公司、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桐庐县粤剧传习中心、宁波市鄞州粤剧团、宁海县平调艺术传承中心粤剧团、宁波市小百花粤剧团有限公司、舟山市艺术剧院、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杭州市余杭小百花粤剧艺术中心、富阳粤剧艺术传习院、浙江音乐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小百花粤剧团、杭州粤剧院、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好，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 CIBN 互联网电视总编辑王坚平，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监、副总经理，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松华上台为他们颁奖。掌声欢迎。好，请2位领导来颁发我们的优胜奖。今
天站在舞台上的，都是我们越剧坚强的后盾家园，也是培养越剧人才的沃土和摇篮。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所有获得优秀组织奖的单位，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好，我们请颁奖领导和他们合影留念。好，我们请我们的颁奖领导和我们的颁奖单位代表一起合影留念，让我们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对，掌声再次送给他们。祝贺你们。好，谢谢，请入座，请入座。好，谢谢各家单位的代表，谢谢你们。好，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说越青春越闪亮，对，这是越美中华的响亮口号。青春是我们越剧最耀眼的底色。诞生于浙江的越剧，如同一朵天然的去雕饰的芙蓉，盛开在绿水青山之间。是的，那么在越美中华的汇演进行的过程当中呢，8月5号上午，浙江越剧团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两团合并，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式揭牌了，浙江越剧发展迈上了新的征程。哎，非常荣幸的是，我们越美中华这个舞台啊，也成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式成立以后首次亮相的舞台，而院团的年轻的这个演员们在这次的汇演当中啊，也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开门红。是的，那么几十年来了西子湖畔的越剧工作者们，他们在这个传承经典、男女合演、红色题材，还有青春题材等各方面，都做了全新的、全方位的这个尝试，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越剧的年轻声音。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组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给我们带来的经典剧目组合《青春之歌》。心房之中冷清清，唯有不弃心关神。想必他高亭之上伴青云，想必他到牡丹前去谁教训？想必他在言语之上去何处？
把天降明世上竟有此奇事今生希望是家完整。我乃是子。曾记得那13山下初见面，我曾经粗暴无力把头心死，他迎风号码三乱子，夜雨喷那长带刺，他不仅有勇还有志，把场上举我灭一死。今生里我老牵红丝，与叶姑娘结成别离子，世间事尽是此。难道这姻缘本是前世子？这真是多大功多相生，我实已郎想陪他去
若曦，没有真的旨意，你不许死，不许死！不许你有爱深沉，将我恨，不许你层层相思，埋荒中，不许你花骨扬灰，随风散，不许不许你生离死别阴阳分，不许你生离死别阴阳分为什么苦尽欢泪，你终离去？为什么历尽千帆，你生马生？为什么身披龙袍，配心恨？为什么
下我血已冷，生不往死问你，陶死此心，臣服。
好，谢谢。一组青春之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年轻的越剧演员的青春活力。是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咏联杯越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的活动呢，共分了越秀组和新蕾组2组来进行。那么越秀组呢是25岁到35岁的选手，那么新蕾组呢就是25岁以下的年轻演员。2组演员他们经过了首轮的汇演、晋级的竞演，还有中级的竞演3个阶段的精彩的展演之后呢，现在2组一共诞生了金艺奖26名。嘉艺奖36名，新艺奖34名。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陆续的颁发各组的金艺奖和嘉艺奖。对，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新蕾组的嘉艺奖荣誉，获得新蕾组嘉艺奖荣誉的共有22位选手，他们分别是徐渭、杨韵儿、冯军、钱世隐、史宵夜、杨艳欣、吕新荣、黄月、裘赛林、印金莹、孙宁宁、陈波、竹梦莹、黄一栋、赵烨、阙伟伟、张慧红、郑萌萌、于爱丽、姚磊、潘月兰和胡艺琪。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越剧名家黄燕武、越剧名家张国华为获得嘉艺奖的新蕾组选手颁奖。掌声欢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从第1场一直看到了今天，真的和我们的各位参赛选手一起度过了非常难忘的展演时光，所以特别的有感情，大家说对不对？我们在这儿把掌声献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好不好？同时，我们也要祝愿他们在未来的越剧之路上焕发更光彩夺目的一篇。对他们都是好样的，来给他们竖起大拇指，好不好？真棒！再次对他们表示祝贺。是的，都是我们越剧的未来之星。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这样，我们也是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一会儿呢，还有一波，要和我们的获奖选手一起合影留念的一共有22位选手获得了新蕾组的嘉艺奖。对，他们也是各个院团院校的佼佼者。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舞台上，他们一定会绽放更大的异彩。对。好，我们再一次欢呼声、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恭喜我们的青年选手们。好，22位选手都已经颁发完了，我们请2位嘉宾和我们22位选手一起合影留念。好，把掌声也再次送给我们的获奖的选手。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入座，继续观礼。好，也谢谢我们的获奖选手。那么接下来继续要颁发这个嘉艺奖。刚才是新蕾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越秀组的嘉艺奖荣誉。那么一共有14位选手获得了该项荣誉，他们是梁玉、金佳妮、潘凯成、张露霞、史彦斌、陈丽、周丽、朱健健、金玉娇、陈海峰、潘巧巧、陈兰芳、谢晓和邵晓霞，掌声欢迎他们。同样，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越剧名家徐敏、越剧名家方亚芬为获得嘉艺奖的越秀组选手颁奖。
好，欢迎两位颁奖嘉宾。掌声欢迎徐明和方亚芬。对，这当时也是我们2位非常辛苦的评委老师啊，再次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恭喜我们获得嘉义奖的越秀组的选手们。对，这个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啊，经过3轮的比试哈，对，最后拿得了这个荣誉。你看，现在此时此刻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是多么的灿烂，是，真的为你们感到高兴，也为你们感到自豪和骄傲。再次把祝贺的掌声献给我们的青年演员，也祝愿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对。好，我们也请2位颁奖嘉宾和他们合影留念。对，对，前面可以蹲一排。好，掌声再次送给他们，祝贺你们。谢谢。好，谢谢，请我们的嘉宾入座。好，也谢谢我们的选手们，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亚芬，谢谢徐明。哎呀，这手拉手啊！好。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老师呢，生前他最爱说一句话，就是观众啊是越剧的衣食父母。对。这个话虽直白，却是富有哲理。是，其实啊，我觉得不仅仅是越剧，任何艺术呢，只有扎根人民，被普通的观众朋友所喜爱、所支持，那才有生命力。我们一直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不如我们观众朋友的口碑。对。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的越剧是做到了，越剧是赢得了观众的口碑。哎，钱媛啊，记得前2天我们这个越美中华在晋级竞演的时候，过程当中，这个正好碰到我们这个利奇马台风来袭，是吗？对，外面是狂风暴雨，10几级的台风。那么听说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顶风冒雨来到现场，到剧院里边来为我们的选手鼓劲儿加油。对，是的，说起来特别让我们感动。这个大风大雨依然没能阻挡住这个观众朋友对越剧的热情和对越剧的初衷。对，所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选手们深受鼓舞。所以我说，我们的越美中华这次办得特别的成功，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把掌声献给你们自己，好不好？对，要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对。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越美之夜盛大开幕的这个同时，我们的选手们也一定会用最真挚的感情，用最动听的声音来感谢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欣赏一组七派经典联唱，声入人心，掌声欢迎。
从此立下自别两多去无依，苦留地。遇了今，遇了你，你安心尽头故光阴，一代永归的功名。那是谁的去世魂？这采花轿到门庭，高头马上骑郎君，踩踩荡荡上大厅，不怕老夫不答应。西山天边彩虹开，共产党的满帮草原来，心地菩萨更慈悲，济世为生救贫寒。世俗嘛，世怪来水，世俗嘛，转开愁眉，转开愁眉。我要将满把的恩惠到此生，劝我民与病都到你了才。谢谢。对，一曲深入人心的，让我们看到了七派艺术的薪火相传。是，大家的掌声也是对七派艺术最大的肯定。亲爱的观众朋友，早在113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就在浙江盛县甘陵镇东王村，有4个道童临时搭起的舞台上，越剧发出了第一声的吟唱。对，而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越剧的影响力呢，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了。是啊，那么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都知道芳华越剧团啊，随着南下的列车到了福州，为八闽大地带去了江南的声音。那么今年这个2019年呢，既是这个芳华越剧团入闽60周年，同时也是尹桂芳大师诞辰100周年。那么在我们非常值得纪念的这个日子，那么在我们粤美中华的舞台上，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了最年轻一代芳华人的身影。所以现在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从福州远道而来的芳华的朋友们，有请尹派传人、越剧名家王君安以及粤美中华的参赛选手赵烨、于爱丽、高文琪，欢迎欢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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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王君安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位越剧名家啊，尹派小生，多次来到我们的上海，那么还带了3个年轻的学生啊。那么君安，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芳华越剧团它诞生在上海，尹派也诞生在上海，而且从上海唱红。您作为一个尹派的传人，多次来上海演出，但是今天登上这个舞台，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感受？其实我每次到上海，都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因为老师的剧团芳华越剧团的娘家就是在上海，对，所以每次回到上海就是回到了娘家，所以真的特别有情感的。然后1959年我们剧团资源前线去了福建，其实到今年就是60周年，今年又是我老师100岁诞辰年，
所以今年真的对我们芳华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么一年。然后这一次看到我们芳华的3位年轻演员参加了这一次的比赛，其实名次不重要，参与更重要。我为你们感到自豪。好啊，谢谢。我们上海的观众也欢迎王君安，欢迎我们芳华越剧团最年轻的这一代，经常到上海来演出，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刚才这个我们君安老师看着3位这个年轻的选手，特别的为他们感到自豪。这个背后也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因为为了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我们3位选手们也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是因为这个利奇马台风，他们差点就不能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选手们能够简单的说一说吗？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台风无情，但我们人有情。我们芳华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集体。在此，我也要感谢粤美中华节目组和所有院团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谢谢你们，让我们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谢谢。这一次我们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都克服了。然后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下我的主教老师陈翠红老师。那我这一次呢来上海，他还特地带我去了我们吕派宗师吕润英老师家。然后因为我觉得嘛，那个流派传承是我们粤剧的一个特点，然后也是我们这一辈的使命。然后希望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得更好。说得非常棒哈！对，而且这个年轻的选手还漏掉了一些细节，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因为他们之前是没能及时的到组委会来这个报道，因为这个飞机和那个火车全面的都停运了。他们是比赛当天早上终于买到了那个动车的这个车票，然后坐着这个动车直接就怎么样赶到了我们的这个剧场，当中都没有休息，这个连化妆都是在餐车上完成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这个条件下面，他们依然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展演，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所以我说我们年轻的选手通过这样的比赛，传承的不仅是艺术，更有我们粤剧人的精神。谢谢你们，朋友们。我现在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姑娘，这位小姑娘也是芳华的最年轻的一代，她的名字叫高文琪。小高呢跟别的演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粤剧当中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小生、花旦、老生等等。高文琪，他扮演的行当，他所学的行当是丑角。但是光他一个人学丑角，那还不算稀奇。因为他的奶奶60年前就是跟着尹桂芳大师一起随着芳华粤剧团到福建去的。他的奶奶也是芳华粤剧团的丑角。元老元老。然而呢，他的妈妈也是芳华粤剧团的丑角。哇，丑角世家，一代就是一门3代丑角真的是了不起。对。听说今天奶奶和妈妈也都来了，是不是？哇！我们把高文琪的奶奶妈妈一起请上台来，大伙说好不好？太激动了，太高兴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真的。奶奶好。哎呀，这个真是。奶奶你好，让我握握你的手。非常的激动，这个奶奶这样，很久没有回上海了，对吗？那么你对着上海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我叫高菊英。高菊英。高菊英我想喜欢粤剧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老的观众朋友，一定会记住的高菊英老师。当年高菊英老师跟尹桂芳大师一起同台演出，演过很多精彩的剧目。那么高老师，您今年高寿啊？93岁。93岁啊！这个，哎呀，精神还是非常的好，非常好，非常好，思路也特别清楚。那您能不能告诉我，60年前您跟那个尹桂芳大师一起到了福建之后那个时候你是一直跟尹大师一起同台演出的，是吗？是的呀，不得一道演出到啥人去演出？结棍了。
这帮尹桂凤大师一道一场啊，到底是丑角当中的角儿啊！身体那么好，我们上海的观众呢，也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谢侬。思路老清爽啊，清爽了一塌糊涂。这个是高文启的妈妈哦。那么高文启的妈妈也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我叫童国珍，来自福建省芳华粤剧团的丑行演员。我81年考进了芳华粤剧团，我跟君安我们是同班同学。哦，你跟君安是同班同学，那么也就是说你是从浙江到福建去？对对对，我是嵊州市，现在是嵊州省员了。对，原先是省员。好，你看真有意思哈！老一代的奶奶和尹大师一起是在同台演出的，第二代的你看，高文启的妈妈和王君安是同台演出，又是同学，那真是代代相传啊。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怎么会学的丑角呢？当初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小的一批上面的演员他没一个丑行，然后我是比较大的，就是芳华那个丑行缺少了，然后就立马要把我这个演员补到上面的这个环境里面去。那你跟着谁学的呢？我的老师就是高俊英。哦，明白了，高老师听说是您把他招进来，然后收成自己的学生的是吗？是个。收到自家屋里去了是啊？收发变成我新物来，非常真是这个是真的是代代相传。那接下来我们要问问这个高文启了哈，最年轻的一代，哎，多大年纪学丑行多少年？哎，为什么会学丑行？好吗？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芳华粤剧团的丑行演员高文启。今年呢，我28岁了。若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丑行呢？其实我觉得丑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行当。丑行呢，在戏曲里是不可或缺的，在粤剧里这个行当也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呢，作为新时代的演员，我们有必要传承以及保护这样一个濒危的行当，而且我家3代的传承，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发扬光大。好，我们再次为美丽的丑角鼓鼓掌，也为美丽的芳华人鼓鼓掌，感谢你们。谢谢。同时呢，我们也祝高老身体健康，越老越健，长命百岁啊！奶奶健康长寿啊！奶奶健康长寿。对，掌声再次送给他们。谢谢君安，谢谢。好精彩，也好感动，真的。好，朋友们，其实呢，我在想，刚才我们的简短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也表露出了芳华粤剧团啊对上海的一种思念之情。这么多观众朋友的热情掌声，也代表着对芳华粤剧团的一种热爱。的确是这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向尹桂芳大师、向粤剧10姐妹、向所有为粤剧发展无悔的付出的艺术家，还有早期的艺人，还有幕后的工作者，致以最真诚的谢意。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的，那么从草台班到大剧院，从小生花旦为主到行当齐全。其实这次展演当中呢，大家一定也会深有同感。我们在舞台上不仅有非常出色的小生演员、花旦演员，我们也看到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老旦、老生演员，甚至有花脸，还有小丑啊，还有这个大武生，都在这个舞台上呢展示他们的绝世武功。所以说啊，真可以说是生旦净丑，尽展风流，巾帼须眉，满台生辉。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欣赏一组由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带来的经典组合《巾帼须眉》。
好，谢谢。全场沸腾了，非常精彩，把掌声再次送给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太精彩了，真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啊，可以说粤剧是行当在发展。对，剧目在丰富，与时俱进的粤剧呢，它的传播的手段呢，也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而创新发展。你看，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举办的粤剧的电视大奖赛，那么10年前我们举办的《粤女争锋》，再到今天啊，我们这次举办的粤美中华，你看这个一届比一届的精彩，对，而且传播的手段也一届比一届的新颖。那么这一次活动呢，有一个创新点，那就是网络的加入。对，那么有了网络之后呢，大家不仅可以在家里就观看我们精彩的比赛，对，而且呢还可以通过东方大剧院 APP 为自己喜爱的选手点赞投票。那么据统计，整个汇演过程、现场转播、点播回看、观众投票、短视频传播等各种方式的点击率已经过亿。那么，随着各项荣誉的诞生，我们粤美中华人气之星也已经产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颁发的是粤秀组和新蕾组的人气之星荣誉。获得粤秀组和新蕾组人气之星的，分别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浙江粤剧团的王伟佳，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史宵夜。恭喜2位！好，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江苏永联村党委副书记、永钢集团副总裁陈华斌先生上台，为他们颁发荣誉。掌声欢迎！掌声祝贺获得人气之星荣誉的2位新秀。好，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感谢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为你们守护传统、传播文化的精神点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3位，谢谢。我们都说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啊，是我们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爱情传说啊，对，也是这个粤剧诞生早期广为传唱的一个粤剧经典。是啊，不仅如此啊，你看这个《梁祝》啊，也是最早走出国门啊，在世界舞台上唱响的粤剧的旋律，而且呢，被西方誉为是来自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特别是粤剧的这个旋律呢，对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今天在粤美中华的舞台上，有5家单位、8位选手携手带来的《梁祝》18相送，将再次唱响这永恒的旋律，大家欢迎。三岁同唱喜
好，谢谢。刚才我们大家所欣赏到的一段18相送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越剧流派纷呈的特点和团结合作的精神。是的，西湖山水还依旧，乐音袅袅绕心头。坐落于西子湖畔的杭州越剧院呢，近年来坚持继承传统，致力原创，创作出了不少既叫好又叫座的好戏。是啊，你看在佳作连叠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们的年轻一代啊也是茁壮的成长。在这一次的粤美中华的这个汇演当中呢，来自杭粤的年轻演员们可以说表现出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他们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了杭粤的整体风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杭州越剧院的青年演员们为大家带来一组经典联唱《西湖春早》，大家掌声欢迎。
下有道。我个心。
曾也准了你的诉状，命案去到汴京，捉拿王妃去责。现有狗文来票。前面一日汴京。千金原是你林家人，送一做是分内事，相公你何必挂在心？我带领马到外邦，提起婚事我怒气生，说我天不平啊地不平，半天落雨半天晴啊，女婿家风挑水马，用骑马来有成，他为家招来我娘亲，必先退死要拉婚啊，把子何日该收银，从此两家俱脱了情。今夜三更到辕门，我300两。
好，非常感谢杭乐青年演员如此精彩的表演，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谢谢。的确，从刚才这些青年演员的演出当中，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了越剧艺术的百花争艳、流派纷呈。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颁奖的环节当中。好，那么下面我们要颁发的是粤美中华越秀组新蕾组的金艺奖荣誉。首先，我们有请出新蕾组的16位金艺奖获得者上台，他们是陈文儿、管于爽、潘西丹、徐红、韩梦莎、黄嘉楠、向李亚、赵新瑜、范莹、王悦、王婉娜、张杨凯南、于果、孙琴飞、董欣欣和王骁龙。现在，我们掌声有请上海市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沈伟民，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吴凤花，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君安上台为他们颁奖。掌声有请。现在我们在台上要颁发的是获得金艺奖荣誉的16位这个新蕾组的选手。对。好，欢迎3位领导上台为他们颁奖。这个16位金艺奖获得者真的是实至名归啊！对，通过3轮的这个晋级以后啊，他们终于登上了这个金艺奖的领奖的舞台。对，然后把掌声再次的送给他们。好，我们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选手一起合影留念。对，我们走到前面来点好不好？好，我们跟观众的距离再近一点好不好？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对。观众朋友的鼓励也是他们最大的动力啊！对，好，再次掌声、欢呼声献给他们，好不好？祝贺他们！我们也祝愿这个新蕾组的这16位金艺奖的获奖者能够不断的再攀高峰。对，好，谢谢。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请入座。好，谢谢我们的选手们。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越秀组的金艺奖荣誉。下面我们有请10位金艺奖获得者上台领奖，他们是张亚洲、温珊珊、陈丽君、张菊秀、王伟佳、李云霄、刘丽英、王静、吴琼和徐婷，祝贺他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彭俊杰，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孝明上台为金艺奖的得主颁奖。掌声欢迎！现在台上站着的10位是越秀组获得金艺奖的获奖选手，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对，这也是今天晚上我们颁发的最后一个奖项。其实，张老师，这个3个多月的时间里头，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在舞台上
打动大家的，除了有他们精湛的技艺，更有他们对于越剧这份执着和拼搏的精神。是啊，刚才在后台这些选手们都说，这100天令人难忘。对，这100天太难得了。所以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好不好？真的太不容易了。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选手以粤美中华为新的起点，在追梦的路上书写更华彩的青春乐章。对。恭喜恭喜！我们请领导和我们的获奖选手一起合影留念。也请大家绽放最美的笑容，迎接我们场上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好不好？好！祝贺你们！祝贺祝贺！好，请领导入座。谢谢谢谢谢谢两位领导，谢谢我们的选手们，辛苦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诞生于这个浙江、发祥于上海的越剧呢，在上海这座现代化的都市完成了转型，是完善了这个编导演、音乐、舞美的艺术体系。那么这次完美转型呢，不仅对于越剧，对于兄弟剧种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上海越剧的4大经典代表作《红楼梦》《梁祝》《西厢记》《祥林嫂》。也成了最具代表的越剧旋律。是的，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个红娘的经典任务呢，就交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手中了。对，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组联唱来感受一下经典永不褪色的魅力。莫非是他？红娘，你听，这是什么香啊？哎呀，红娘听不出来。小姐，你是谁呀？莫不是不要被抱起玲珑？是你。莫不是群徒的官配兵工，也不想，莫不是风吹铁马迎前头，莫不是麻烦王宫的民众。小姐，这声音好像是在哪边呢？你再仔细地听啊！我在里先生听。深深相东，将原来西厢的人儿临时同。小姐，你在这里烧香，我去看看老夫人，她善良没有？他不做铁剑刀枪把仗神勇，他不要勾杀我脸孔，他不趁高王把风雨弄，他家是儿女丢在小场中。他是一穷恨非穷，
滋味，搅乱此风谁自由？他丘比中一通，分明是把老飞过西东。关我一秋断肠音，只因千古
大明湖济南水光，四季愿意家藏富。林妹妹，今天是从古道进天上升阶，是铁剑称心满意的是好，谢谢，谢谢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吸收着传统的养分，呼吸着时代的空气，体会着百姓的悲喜，传唱着中国的声音。
100余年的越剧史浓缩着历史岁月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传统艺术的传承者，用不变的初心和永远的奋斗，传播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晚会的最后，让我们用最美的声音祝福我们美丽的祖国越来越好。让我们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一声道者。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记住你的期望。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我的祖国和我，像浪和海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愿为我一浪轻波，心中的歌。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愿为我一浪轻波，心中越青春，越闪亮，让我们在最好的年代绽放最闪亮的青春。亲爱的朋友们，越美之夜、永元杯越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